2025年全國兩會為我哋帶嚟咗唔少嘅新啟示，就好似鄭雁雄主任所講，香港發展嘅新階段要緊扣一個新字，實現兩個更字，即係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階段嘅背景下，堅定信心，為國家強大、民族復興作出更大嘅貢獻。嚟緊北部都會區、機場三跑呢啲咁重大嘅項目將會相繼動工同埋落成，為咗市民嘅就業、創業、出行帶嚟更加多方面嘅機遇。面對而家全球科技嘅風起雲湧，香港亦都處於一個歷史嘅新起點。我哋需要加快我哋嘅產業轉型，釋放市場潛能，去開拓唔同嘅市場。我哋隨住十四五嘅規劃收官，15-5規劃嘅謀篇佈局，香港將會迎嚟前所未有嘅機遇。我哋會努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嘅合作，推動社會經濟持續健康嘅發展，未來定必可期。